下面就是讲的这个出正义，就是分两个方面，一个是这个中数和就是别数，那么首先这个中数呢也分3个方面，就是出不拥有之争啊，出不拥有之争，无分别分别而曰蒙生舍，有错未错分故成量非量，就是下面我们这个一定要了解，就是如果别人觉得是量和非量，就是不应该这样分的话呢，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就是这是一定要就是分量和非量呢，在我们这个移民的这种境界当中呢，就是必须要分。如果你不分的话呢，很多事情都是没办法这个分析的。比如说我们实践当中呢，就是这个一般来讲这个无分别和有分别，就是这两者是有的。那么无分别的话呢，就是也有错误和这个不错误的就是正确的有2种。无分别是错误的是哪些呢？就是一个是这个根分别，就是有错误的；还有呢，就是意识分别有错误的。那么根分别有错误的话呢，你的那种这个眼根就是受到一些这个染污或者是受到一些其他的这个压迫的时候呢，就是你就这个眼识面前呢，就是显现就是2种这个月亮就是2个月亮，就是这也是错误的。实际上天空当中呢不会有2种月亮，只是你的眼根呢就是受到这个就是刺激，就是而显现的。然后你的这个意识的这种一根呢也有这个错乱的。当我们这个晚上这个睡梦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做梦的时候呢，就是这时候移民当中也讲了，就是这个错乱的这个意识，梦境都是这个错乱的一种意识，这也是无分别的一种这个错乱意识就是梦境也是错乱的意识。然后我们的分别的话呢，也有这个错误的，也有什么样的这个错误呢？就是把这个阳眼呢，就是执着为是这个水或者说是这个花色的这个绳索呢，就是认为是这是这个毒塞这里有事就是多害怕。有些胆子比较小的人呢，就是不要说是真正的那个事就是连那个绳索也是，就是觉得是这个事，而且看见那个蛇的照片的时候，吓一跳，就特别害怕。就是那天我们放生的一个照片，就是给别人看了以后的话，就是把照片扔在地上，就开始起来了，就是。其实看到照片就是那么害怕的话，真正蛇就是出现在你的那个就是有时候会出现的，就是晚上这样这个睡着，就是然后醒过来的时候呢，蛇呢就是慢慢就是在这里那个时候呢，如果有境界的话呢，就如如不动，就是多乖安吉了，你好，谢谢你，慢慢从这边下去吧。那这个就是色呢，就是大家也是很害怕的，但是这个是错乱的，就是错乱的。然后你这个呢是有错乱的，然后没有错乱的话呢，就我们所谓的这个你眼睛看到这个虚空呢，就是看见一个月亮的话呢，这没有这个错乱的无分别的事。然后呢，你白天呢就是在自己这个在自己这个相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无意识的了解一些现象，就是你在这个心识面前所显现的白天的一些景象的话呢，这是无错乱的这个意识。然后你把这个花色的伸手呢，就认为是这是伸手，就是这样的这个执着呢，就叫做是无分别的这种这个正确的意识所以呢，我们实践当中呢，也应该有这个错误和无错误的2种那个就是2种法，就是2种法。那么2种法呢，就是我们抉择它的时候呢，是这个错误的认识和不错误的认识呢，就叫做是量和这个非量就量和非量。那么这个如中论当中也是说了，就是说是这个就是什么这个无还路跟所去是即是世间之所知。然后唯有世间逆为事，于即世间逆为道，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没有这个任何过患没有任何过患，如跟所看见的这个法呢，是这个世间的这种这个怎么说就是世间的这个所知就是眼耳鼻舌身5个呢，就是没有任何受什么这个刺激的。那么他所看见的对境呢，就是叫做是这个世间的事。那么
么这世界的这种这个素质呢，就是真正了解它的，真正是认识它的话呢，这就是真实的这个量啊，就真实的量。我们实践当中的这个叫做是真实的这个量。如果是你的这种六根呢，就是已经受到了刺激，就是其他的这样的这个法呢，就是这叫做是这个废量，也叫做是颠倒的，就是所以颠倒和非颠倒呢，就是在这个有神论式的见解当中呢，也是这样这个分的。因此我们眼耳鼻舌呢，就是在实践当中是完全是正确，他所觉得下来的话呢，那不管是怎么样，应该是这个正确的，就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佛经里面也说了，就是有还住跟所生是毛发二月为废量，就是它这个废量的这个界限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有还的根啊，就是所产生的像这个毛发啊、二月啊，以及这个黄色的海螺啊等等，就是诸如此类的这些法呢，就是全部称为是这个废量的。因此我们大家都知道，密言当中呢，你这个人有前世后世呢是这个真量的，人前世后世不存在呢，就是这是这个废量的。然后海螺的这个本色呢是白色的，就是这是真量的。它的这个颜色呢，就是认为是黄色的话，那这是这个废量的啊，就废量的。那么虚空当中有一个月亮呢，就是正确的；二个月亮的话呢，就是不正确的。这些事件呢，我们应该了解。就像这样的这个真量没有的话呢，那这个事件都已经这个混乱了。若无量非量，无妄无物证，永不可分过，总派不容有。如果我们这个在实践当中啊，就是量和这个非量都不存在啊，就是刚才正确和不正确的不存在的话呢，那么就是正因为是这个错误的，就是所以判断为是这个虚妄的；正因为是没有错误的，把它判断为是真实的。那这样的这个区分呢，在实践当中也是无法这个开来的啊，就是实践当中呢，我们就是应该像就是实践是哪些是这个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这一点实践都是有。但现在实践有一些人不是这样的，包括有些修行人的话量和非量啊、因明啊、中观这些都是不重要的，你只要修行就对了，天天都是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可以了，不要管这些全是分别念啊，就这样不要管，所以就全部混为一谈，就是这是不合理的。你光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话呢，什么都就是迷迷糊糊的，最后你自己念错了，念正确的不知道，就是那这样不合理的。应该我们实践当中有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如果你连正确和不正确没有区分开来的话呢，你说前世何时不存在就承认前世何时不存在的孙论外道的就是孙氏外道的观点呢，就是错误的。然后承认我们这个就是一切万法就是由这个心来抉择的唯识宗，或者是我们佛教的这个观点是正确的话呢，那么你让这个区分的这种这个量呢，就是根本在世界上是没有的。如果你量都没有的话呢，那怎么这个加入你这个正确的宗派当中去呢？我们要这个皈依佛门呢，并不是盲目的皈依吧，就是觉得是三宝确确实实的的确确有价值，所以呢，我在这个跪在三宝面前拜三宝，就是拜三宝呢，应该觉得是它是功德的源泉，它是一切价值的这个来源，所以呢，我拜它的。我这个一些上师高僧大德的话呢，真的是具有善知识的发现呢，我要去医治它呢，是为什么医治它？因为就是它是真正是依靠他的慈悲菩提心呢，就是对我的相续有所转变，就是所以我通过智慧观察以后呢，才这个医治的。而不具足这些法相的话呢，我们要这个舍弃它，远离它。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要有真量和非量的这个智慧。如果真量和非量的这些名目没有的话呢，那实际上全部都是这个混为一谈呢，就是全部是乱糟糟的，就是那就是天下大乱了，就不合理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绝对是不要这个什么都是全部就是合在一起就是那这样合理的话呢，那这个垃圾桶和你的这个碗也是这个分不清楚了，就是所以最后的话呢，就是什么事情都就没有了。但是不是我们到的那种境界呢，也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自己呢还是有分别的，有分别的话呢，你应该在这个时间的一些点点滴滴也有分别的，包括一些佛教方面的话呢，就是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一定要分清楚。那么下面讲的第二个真义就是真实心中真心中喜以贤良即必良，非良如何立？如是智系论，皆成体性空故逆诸系论，如何知人性诸名言系论。那么下面呢，就是讲那个如果有些人认为就是在神义当中这个分析的时候呢，就是下面这样的贤良、必良就是全部都是不成立的。因此呢，你这样这个案例有何用呢？就是
有些人可能这样问的。那么我们下面回答的时候呢，当然是在生意当中呢，是应该就是观察的时候，所谓的这个先量必量呢，就是全部是这个空的这个本性，就是这一点是没有任何这个怀疑的。但是呢，在你名言当中呢，就是这些量是不可缺少的，一定要这个记住。量不记住的话，就像门旁仁波切这所说的那样，就是我们没有眼睛呢，就是在这个走路都是不方便的。同样的道理，就是时间当中谁不懂英明的，谁不懂这些正量的，真的有时候是非常可怜。不管是他这个做任何事情，就像我们佛教当中呢，就是不懂这个英明中观的人呢，他虽然想学一点，想修一点，也是有时候呢，就是修的不成功。就像实践当中呢，就是文盲，一个文盲呢，就是虽然他想搞一点企业啊，做一点生意啊，但是呢，因为没有这个知识啊，就没有这个知识的话，那就是他就没办法这个做下去。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学佛呢，还是要有智慧的名目。那么真实意义当中，如果我们真正去这个分析的时候呢，这个先量啊、必量啊，以及这个非量啊，就是那个就是包括一些这个就娑婆啊、能婆啊，以及实践当中的这个所有的一切的一切啊，就是所有的这些案例呢，就是应该说是有多少个案例呢，多少个细论，就是全是细论。这一点是大家都知道，就是因为它毕竟是名言了，毕竟是名言的话呢，量也是细论，然后非量也是这个细论，正确也是细论，非正确也是细论的，这是这个是正确的。但是你在真正这个本体上是观察的时候呢，其实这些量和非量呢，就是它的本体呢，就是完全是空性的，原理就是四边八系的。原理四边八系的这种本体呢，就是在这个任何一个量和非量，或者是智慧和这个这个什么这个智慧和一些现象，它的本体当中呢，就像火存在的时候热性存在一样。那么细论呢，就是它的本体是无理无合的啊，就这一点。离系呢，就是它的本体是无理无合的。所有的这个细论呢，它的这个本体呢，是离系，就是没有任何这个超离过的，就是从来也没有这个超离过的。所以呢，我们就是在这个观察真实义的时候呢，就是所谓的先量必量啊，或者所有的这些境界量呢，并没有超出这个空性，就是这一点在自己也是应该这个承认的。应该这个承认的。但是呢，在这个毕竟在生意当中，这个逆袭呢，那是不是世俗当中也是逆袭呢？也并不是，就是大家一定要这个明白。是故现于空，无逆诸万法，方便生，则以逆不正。所以呢，就是我们这个刚才前面讲到的这个现在所见到的一切这个现象的比如说瓶子啊、柱子啊等等这些现象，或者先量、必量，就是这些现象。然后呢，就是它的本体已经观察的时候呢，就是根本不成立的，就是原理四边八系的。那么这两种这个境界呢，是无理无合的，也是这个万法的这个本体啊。一个呢，就是叫做是名言的，就是叫这个方便法啊，就是依靠这个方便法，依靠这样的这个方便现象法呢，就是能产生方便所生的生意谛。这个方便什么这个生意和世俗呢，就是实际上呢，是这个互相这个关待的啊，就互相关待的，并不是呢我们就是遮出了这个现象呢，就是才能证悟了这个空性，而也不是呢就是遮出了这个空性呢，也这个就证悟了这个现象，或者是是就是真实现象啊，就是真诚现象真诚之现象，并不是这样的。空性和现象呢就是无理无合的啊，就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它的这个道理的话呢，就是实际上它的本体就是现象，现象就是空性，就是应该这样来这个理解。那这样的话呢，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个所谓的这些推理啊、先量啊、必量啊，它的本体的话呢，就在你一些细论的这种境界当中呢，从来也是没有这个超离过。这一点就是大家应该这个清楚。那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在这个现象当中呢就是说是有这个先量、必量啊，就是当就是各种这个推理的存在。那么这些推理的本体呢，还是这个空性的啊，就是我们现象当中呢，一般是在这个名言量当中呢，也是用这个真量。真量当中呢，还有这个量有两种，就是一个是我们这个信实的量，还有一个量实物。所谓的这个量实物呢，就是我们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啊，本师释迦牟尼佛呢，也是包括在这个量当中，就是世间的唯一的这个正确的伟大人。那么这些人呢，以这个神意量来观察的时候呢，当然是这个一切的这个万法，就是全部都是就是超离一切细论，就是根本不存在任何的这种执着啊、事项啊，
但是我们世间的很多人啊，就一直是有这种相，有这个相的这种执着，有这个相的执着的话呢，就是那么众生呢就一直摧毁在，一直这个沉溺在轮回当中。所以中国字的那个就是思想的相呢，就是一般心上面有一个心想的相，就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们心呢，就是一直是执着，就是执着以后的话呢，有思想啊，有宗派啊，一直呢就是有这个法相。就是有法相的执着以后呢，我们众生就是在轮回当中解脱是非常这个困难的。所以诸佛菩萨呢，就是非常聪明的开始我们就是所有的这些相呢，就是在密眼当中一定要了解，就是哪些是真的相，哪些是假的相，就是假相和真相之间呢，也一定要区分开来。否则的话呢，我刚才所讲的那样，我们世间的这些就是假的、真的呢，就是全部混为一谈。为什么现在外面的有些人呢，就根本不懂这个一知三知识的方式？还有呢，就是自己的是最后就是糊里糊涂的，就是钱也花完了，然后精力也已经用完了，最后自己这个后悔，就这个是真假分不清楚的这个原因。但是在生意当中呢，就是这些真和假呢，就是全是统统的融入这个就是法界当中，就像这个百川呢，就是融入大海一样的，就是在生意当中呢，就是什么都没有。但是这一点呢，我们凡夫人还没有这个证悟，还没有证悟的时候呢，一定要就是分清楚这个真假量与非量之间的差别。好，今天学到这里。下面我们讲那个戒义会戒118页就是前出三种争论当中，就是前面已经讲了不容有之争论和不称之争论已经出完了，那么现在就是讲那个无必要之争论就是无必要之辩论。不惜量非量，唯以世人见，其如甚矣敌。那么有些世间人呢，都讲了，就是我们的这样的这个甚矣什么量和非量这样的这个分析呢，就是没有必要的。就前面已经说的，像这个二月的显现呐，然后有言语者面前显现的这个黄色海螺这些都是非量的，就是不真实的、不合理的。但这些呢，就是叫非量。然后这个白色的这个海螺或者是一个这个岩石面前所显现的这个一个月亮等等，这些是我们说真量。那么这个量和非量的这个分析呢，有个别人是这样说的，就是没有必要就是量和非量就是这样进行分析，而应该呢按照这个世间人们这样这个承认的话呢，我们也是这样承认就可以了。就是我为世间所为有就我为世间所为有，就我们在这个月称论式的入中论当中也学过这么一句，意思就是说呢，我为这个世界上怎么样承认呢？我也这样这个承认，就是中观阴称派也好，或者是世间人们的话呢，应该就是承认是世界上这么样承认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就是你量和非量之间的这个区分就这样呢。就是不需要这样的这个区分，而是世间人怎么样承认，我们就可以这样这个进入圣义地。也就是说呢，就是这样就领悟是个圣义地，就没有必要就是分很多的。就很多人可能也这样想，包括我们有些修行人的话呢，这个学移民有什么，学中观有什么，只要是人是圣义地就可以了，只要是通达开悟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呢，没有必要就是学很多的知识就有些人是有这种想法，但是这种说法呢。就我们也完全不否定，但实际上呢，就量和非量的这种案例呢，就是有必要的。此所虽不者，见此生彼国，世间之限量，以之必量国，未称不舍矣。那么这种说法呢，就是虽然我们就是不遮止就是你不观察这个量和非量自己进入圣义地的这种说法呢，在实践当中也是可能极个别的高僧大德也是有就像那个六祖大师或者我们藏传佛教当中呢，也有个别的一些成就者的话呢，他从来没有学过量和非量到底是怎么样分析的，这些方面呢没有这个闻思过，但是呢遇到了一些善知识的这个殊胜窍诀之后呢，突然这个顿悟就恍然大悟，就得到一切境界的这种现象是有的。所以说呢，就这种现象呢，我们也是不否认，就是这按照中观阴称派的一些不共的说法根基呢，也是不需要就是经过很长的这个闻思，直接呢就趋入这个你一切习论的圣义地，就是这种现象应该是这个存在的。所以我们虽然呢就是不遮着这种说法，
但是呢，如果你说按照实践人这么样承认，就要这个承认屈辱生以地的话呢，那实践人呢，就是其实是他承认这个量和比量啊，就是量和这个废量。怎么承认呢？比如说他见到这个顷刻的这个过啊，就是这个顷刻的种子当中这个出现的这个因和过的这个之间的关系呢，作为实践人来讲也是限量见到的啊，就这是实践人的此生此过啊，彼生彼过这种现象呢，就是大家觉得是这个存在的，而且它是限量见到的。在实践的再这么愚笨的人，我们那个一些田地上的农夫也好，或者是草原上的牧民呢，他们的话呢，也是知道是春天的时候种下这个种子，然后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呢，有这种收获啊，这一点呢，他们也是完全是明白的。所以这叫做是所谓的限量，就这是量。如果我们种下那个顷刻，然后就长出这个麦子或者是稻子的话呢，这是不容有的、不可能的事情。那么这一点呢，就是这些实践人也是会明白的。那么这叫做是废量啊，就是我们这个量和这个废量的这种概念呢，实践人是虽然没有这样这个称呼啊，就是没有这样称呼，但是呢，它的限量和它的比量呢，就是大家都是也实际上是已经承认了，是吧？就是。所以我们有些农民呢，或者这些人面前呢，我们说这个你限量比量懂不懂的话呢，就是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限量，什么叫比量，他根本不懂。然后我们说你现在这个顷刻呢，就是这个种了以后，就然后长出它的苗芽，就是你看见了没有啊？他说我看见了，看见了。然后我们跟他可以说这叫做限量。然后我春天的时候这个种下去的话呢，到了秋天的时候呢，一定会是如果没有特殊的一些这个灾害的话呢，那一定会是长出它的这个庄稼的果回来。那这一点你知不知道呢？他说是知道。为什么知道呢？因为我种下种子，就所以明年就是或者是今年呢，就是产生这个果。那我们可以这叫做是比量，就是你不懂1米的话，那这叫比量，就是我们可以给他这样交代啊。所以我们跟农民呢，就上1米课呢，就是不是很困难的。虽然他们没有这种称呼，就是什么叫限量，什么叫比量啊，就没有这样。但实际上呢，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有一种合理呢，就是亲眼见到的合理性；有一种合理呢，虽然我亲眼见不到，但实际上呢，就是通过推理啊，通过估计的话呢，也是完全这个合理的。为什么现在这个牧民的话呢，就是他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呢，就是天天都是忙着这个挤牛奶啊，就是一直这个做那个酥油啊，就是这样的。到了那个秋天的时候呢，就是它一坨坨的这个酥油也出来了，一袋袋的这个奶渣啊等等也出来了。那么就他知道是这个限量和比量之间的关系。如果他什么都不知道的话呢，那就他不会做这些事情的。这是我们一般的这个农夫和有些。包括一些现在的一些工人呢，就是讲比喻也是挺好的，我是这样想的，因为他们知道是这个限量和比量，所以呢，就是在这里来整天的是打工啊，就是我们修金堂的这些工人的话呢，你看他们那么精进，就是一般上很多都是晚上都不睡觉，就上这个夜班呐，那就是他们到了这个过一段时间的时候呢，就人民币就是这是他比量得过来的这个结论，就是所以呢，工人也好，农民也好，这个牧民也好，都知道是这个限量比量的这种这个意义，就是那不用说是我们实践人，但是我们有些实践的可能高等教授也是不一定懂到这个法语啊，就这个名词的术语，因为这是佛教逻辑的一种特殊的概念，就是限量和比量呢，就是这是我们唯一的佛教逻辑。但是实际上呢，就是每一个科学家和文学家的话，在他的作品当中呢，也有一些是什么这个推断呐，或者是亲眼所见呐，等等，这些都是限量比量的一种这个说法。因此呢，我们在这里就是见到这个果啊，这是这个限量的，然后依靠这种推理方式来就是获得它的最后的结果呢，就是这叫做是比量的。因此限量比量的这个名称呢，虽然是没有的，但意义呢就是一直是没有这个舍弃，就是这一点。所以呢，我们量和非量呢，就是完全不用分析的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还是有一定的必要，就是这个意思。